是工程师，共用中华电信200多位工程师。各位有没有看到那200多位工程师吗？可以看到啊，这个叫做幕后的增加啊，幕后多少在推动，但是你们都是认识他吗？认识哈，就像各位刚刚讲那么多，然后透过借由大海这样，其实我们都今天有很棒的表现，不管是任何的人，刚刚你们任何一个人，你们今天都有一个小小的脚步踏出去，别人大的进步，都知道是什么。会知道是什么吗？你们刚刚踏出去的小小的一个脚步，都收到了大大的不知道就点完就下来做这样子，进步的，有没有发现是进步？没有吗？我刚刚很诚实的面对了你自己现在的问题，然后我决定上台跟各位分享，做了一个人际关系很重要的环保，叫做分析。那人际关系是要分享刚刚我们的喜，分享刚刚我们的哀，分享所有的一些心情，这个在所有人际关系上是很重要的，而不是我只想到我自己，我不想把我的不堪的那一面我希望借由我的经历让大家去借以你为戒，或者是以你为经验，让你们的身份不一样。你有没有觉得好像从刚刚进来到现在，你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你觉得不一样的是什么？没有不一样的。来，我随便问一个人，你有没有觉得你不一样？没有不一样，你还是叫做好，就是还是叫做正。可是你认识这一群人吗？不认识，那你为什么刚刚你敢跟他们？你有思考过为什么？我不认识你，然后为什么我敢站上台？但是我敢在那边说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因为我这里有一个好大的环境，就是所以我敢站台，应该不是这样吧？平常应该不是这样吧？为什么知道你们会这样吗？因为我想一个正向的状态，我必须正向的人。那物以类聚这句话有听过吗？人与人哈，你不要跟有正向思考的人在一起，你的行为会是正向还是负向的？正向的哦，绝对不会是负面的哦。所以哦，你会做出你会觉得说奇怪，我刚刚怎么拿来的武器？这一群我都不认识的，我竟然敢站上台去。好，我相信平常现在这样讲，带你去马路，在我们家马路上说，哎，你好，我是何根，我感觉你讲不出来，相不相信？因为环境不一样，所以呢，人与人的相处，你要找到一群觉得让你能够感受、激发你正面能量的那一群人，那一个地方，这样你的人生才会发光。那因为人际关系很广，今天其实科学资料都在那个简报里面，完全都没有在那个跟着那里面跑啊，所以其实要把人际关系阐述到在各位的年龄层，有大学生，有高中生，甚至有国小生，今天来班的那个波浪很大，但是呢，或者觉得还是大家的表现都很棒，都没有那种年龄大的差异，大家都是很无私不过，真的有把第一个同理心拿出来，回去也要这样哦，不是在这边有同理心哦，回去你要有同理心对待你的爸爸妈妈、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然后再来呢，你能够面对真实你内心的声音，去了解这件事情对你往后的人生有多大的影响，或是没有什么影响，要去面对思考它。接下来你能够去敞开心胸接受别人，你能够站出来，把自己表现出来，分享自己的一切，你能分享给别人一切。那最后呢，大家都有一个感恩的心，在人际关系就这几个环口，你有感恩的心，你能够去感谢他，即使他骂你，都要说谢谢。好啊，
心、你的护肤、你的资讯，把你导向你的命运、你的行为、你的期待，所以就会造成未来你的家庭里面社会和这个太厉害，各位想清楚，这个就是从你个人的事情。所以人际关系其实看起来很小的事，从你个人会影响到你有太大的个人肯定。当然自己有一些缺点小毛病自己都知道。可以的话，就借由慢慢的改变它，去改变它，把观念这样观念一转，协助开出这个好 ，OK， 那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个道理，特别下面都有巧克力一个巧克力要步骤因为我们今天的时间呢，也在用大家一点时间如果你们觉得呢，赞不赞成？觉得说，部分你觉得很不错，可以待会儿下课时间可以再来讨论。你们一知道要听说后学是什么在道场称叫后学，后来学习，我们是后来是偏向前面的意思，所以我们这个后所以你要想说浅显，就是对方或者叫浅显，它的意思是后，这是一个蛮长的一个分你大概了解一下，要不然下次看到后学，我会说，那个后学，看到后学，那个后学不太问你，而且还是要解释一下，或者是开放材料跟都摆在一起。那如果觉得这样的课程呢，有对或错的地方呢，或许没有把它详细的针对，我们还是要看出结果，这就是关要有自己所有的伙伴都可以给或许那以上是大家在人际关系上，大家都能圆融，大家都能够人见人爱，谢谢大家。各位伙伴，听完刚刚非常精彩的上课，大家也获得一些心声。那所以接下来就休息10分钟，到11:05我们再回到位置上继续下一个巧克力 DIY 课程。好，下课。网络直播后，校园中心的将是由中心物资查实项目，可以网络直播，现场网络直播。